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这是一个提醒咱思想，主耶稣为着救赎咱，承担咱的罪过，受苦钉十字架，而且伫第三日国外时刻，咱毋但要省察这段救恩过程甲咱的关系，搁较爱反省。咱要怎样来回应这份恩典？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献上感恩。主恳求你的信心，即时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启示。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约翰福音12章16节到16节，甲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互咱做伙来思考，耶稣基督伊是安怎忠心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以及伊要互咱的救恩。咱大先来看耶路撒冷城的群众，因是用什么款的心态来迎接耶稣？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12章，甲咱讲，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情形，咱会当看出群众对耶稣的期待，甲耶稣本身的表现有真大的差别。咱先来看群众对耶稣的期待。根据《路加福音》19章35节到36节。以及约翰福音12章13节的记载，群众在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因将家己的衫铺伫路里，伊的手嘛摕着迄个棕树枝在欢迎，而且因的嘴拢喊讲：“和散那，奉主名来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行动毋但是对耶稣是尊重。国家是对耶稣带着一个政治性的期待，也就是讲，群众因所期待、所迎接的，是一位勇敢、高小者，伫军事上得胜的君王。根据以色列的历史甲咱讲，棕树枝伫当时是一种代表革命甲得胜的一个记号。大约伫主前200年，犹太人和希腊人来统治，因为当时的希腊王因压迫犹太人的信仰甲宗教的自由，直到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伫当时带领反抗革命的是一个叫做马加比家族的人。这个马加比家族的人，因着用棕树枝诚做记号，来甲希腊的军队相战。马加比革命伫主前167年延续到主前142年，将近25年的战争。最后，犹太人成功独立，也互因得到宗教信仰甲国家政治的自主权。一直到主前63年，犹太人互罗马帝国统治，因的独立到这为止。所以，伫新约的时代，当以色列人互罗马帝国在统治的时，因就一再望着上帝会当过一摆找派一位。亲像马加比迄款的领袖，来领导以色列人推翻罗马政权，复兴以色列国。当以色列群众因用棕树枝来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这就表示因期待的耶稣就是另外一位马加比。这个期待。咱嘛会当对以色列群众的嘴所喊话的“和散那，和散那，奉主的名来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来得到证明。和散那，伊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主拯救阮，求主拯救阮。这就表示，遮个群众因期待欢迎耶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会当带领因来反抗罗马政权，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所期待的耶稣，是要领导革命、推翻罗马政权，是军事上的弥赛亚。因毋知影耶稣来真正的使命，毋是为着政治上的拯救甲讨伐。耶稣来真正的使命，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咱来看耶稣是安怎来回应遮个群众的期待。当耶稣选择听到女仔囝进入城的时，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这证明了耶稣的身份是用谦卑甲和平的人君，伊毋是用军事，也是战争君王的款式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清楚明白，伊搁较坚持上帝予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目的，为着要互群众了解耶稣来真正的目的，所以耶稣伊是用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宣告，伊是徛着女仔囝的和平人君，毋是徛着战马的军事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因为耶稣要互群众知，伊来是用和平人君的身份，毋是用军事君王的身份，是用疼甲怜悯，毋是用战争甲权势溃烂。因为耶稣来是要实现约翰福音12章15节，以及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讲的。兄弟姊妹，耶稣伊毋望会当用即款的行动剧来改变耶路撒冷城的群众对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的迄个错误的观念。兄弟姊妹，以色列群众因为对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并无真正认捌，因只是停留伫家己的自我的认知，甲因一时一时的激情当中。即时，因完全无看见耶稣所讲所做的一切，因只是一直用家己所期待迄位军事上的弥赛亚来看待耶稣，也就是讲，因希望耶稣会当亲像马加比同款，来领导因、拯救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以色列群众因完全歪插耶稣的言行甲先知的预言，因只是想要用群众的压力来影响耶稣，假做因所期待的军事弥赛亚。总是当因发现耶稣无照因的意思领导革命来反抗罗马政权的时，短短几工了后，群众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对起初因热情欢迎，对着耶稣喊话讲：“和散那，求主拯救阮！”来转变做失望、生气，对耶稣喊话，将伊钉十字架，将伊钉十字架。兄弟姊妹，当人若只是看重家己的利益、甲期待时，就会亲像耶路撒冷的群众同款，
真学得真正认捌上帝的心意，也失去了得到救恩的机会。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想看卖，咱跟对耶稣，是因为耶稣伊会当满足咱的期待甲利益，还是咱跟对耶稣，是因为伊就是咱的救主呢？接着，咱来看民数记的以色列百姓，甲耶路撒冷的群众的无共，因是安怎来转变信靠上帝，来高举、来仰望高举的救恩。首先，咱来看以色列百姓的埋怨甲管教。伫今仔日的旧约民数记甲咱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将近要40年啊。当时对埃及出来迄个2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拢死伫旷野。只是上帝犹原带领因甲因的后一代，继续前往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民数记21章记载，当因对何尼山起行要前往迦南地时，因为以东的拒绝，因必须爱伫旷野，爱来西远的路来行。以色列百姓因为路途变了搁较远，搁较艰难，因就开始烦躁，口出恶言，用恶毒的话来埋怨、攻击上帝甲摩西。伊毋若袂记得上帝这40年来的恩典，因犹原弃嫌上帝伫旷野所收赐的玛纳是啥物？白纸歹食的物件，滴到上帝管教领导，上帝就提掉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网，就是互旷野中的毒蛇进入到百姓的中间，滴到济人互毒蛇咬死。兄弟姊妹，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经过了伫旷野将近40年的流浪，因甲顶一辈的百姓无共，因为圣经记载，当上帝管教一显明，因就马上认罪悔改。民数记21章第60到第70讲，上主叫毒蛇进入人民中间，济以色列人互毒蛇咬死。人民来记摩西讲，阮出恶毒的话攻击上帝甲你，阮犯了罪。现在求你祈祷上主，互这个蛇离开阮。各位兄弟姊妹，是以色列百姓主动来记摩西，因毋那是认罪。因也知影要安怎停止上帝管教的方式，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怜悯甲赦免。亲爱兄弟姊妹，埋怨，互咱离开上帝，同时也离开了上帝对咱的保护甲祝福。当以色列百姓因开始埋怨的时，上帝就离开因，甚至无爱甲因同行。这个埋怨的态度甲话语，互上帝原本也砍伫以色列百姓野区迄个四周围的保护网来摕掉。各位请注意，旷野原本就是毒蛇野兽因时常出入的所在啊。想看卖，以色列人因伫旷野行了将近40年，因从来拢无拄着这个毒蛇甲野兽。实际上，这是上帝一直在保护因，毋过因却
袂记得上帝过去的恩典，只是注目伫眼前的不满来埋怨，直到灾祸临到。同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掠做即个世界是安全的吗？当然毋是啊！咱来知，假使无了上帝保守看顾，即个受到罪恶控制的世界，也是撒旦四处横行的所在，咱基督徒就会诚做受攻击的对象，生活会惊吓不安、胆战心惊、无安全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埋怨会互咱离开上帝，也互咱这骄傲的咱暴露伫罪恶掌管的危险中，失去了上帝保护。第二，仰望同蛇来得救。当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了后，上帝保护网就恢复啊，毒蛇也离开啊。但是真正互毒蛇咬着的人要安怎？有啥物药啊，或者啥物方法会当医治因来救因的性命吗？民数记21章第8节有记载，上主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挂伫条仔顶，通互毒蛇咬着的人，一看到这蛇就会活。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顺服的信心的学习，因为上帝知以色列百姓上大的镜头就是骄傲啊。人一旦骄傲，就只是想要挖靠家己。总是当人挖靠家己的时，只要一拄着困难，无法度解决的时，就会埋怨。当人开始埋怨的时，目睭所看到的，拢只有家己。所以，只有当人来感恩的时，咱的目睭才会离开这的困难，目睭会当转向上帝，仰望上帝。所以爱知影，当咱失去了对上帝顺服的信心的时，埋怨就会占满咱的内心，互咱可怜家己，自爱自怜，陷入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圣经甲咱讲，以色列百姓因选择顺服上帝的话，而且是用信心来仰望铜蛇来得到医治。各位，咱要安怎恢复对上帝的信心呢？互咱学习以色列百姓谦卑家己，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怜悯。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就要带着顺服的信心，尤其是受到重大的管教了后，需要更较大顺服的信心，才敢转到上帝面前来祈求。圣经甲咱讲，上帝用超过人所会理解的方法，就是爱摩西做一条铜蛇，而且将铜蛇挂伫悬悬的条仔顶。民数记21章第9节讲，既若互蛇咬着的，只要去仰望看迄条铜蛇，无论你伫倒位，只要有看，你就会得到医治来活。各位，这是啥物道理啊？咱中间有医生想讲这是无可能，若是照咱人的理性思考，这确实是无可能。哪有这款奇怪的方法？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的方法。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要互骄傲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学习顺服的信心。顺服的信心就是咱要转到上帝面前，听坦搁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上帝用什么款的方法
拢无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咱是毋是愿意顺服上帝的方法去做。只要愿意，就是有顺服信心的人。其实，伫上帝大权能的中间，要得到医治的方法是啥物，并无重要。上帝伊无用迄条铜蛇，同款会当医治人，因为上帝伊毋免借着任何的媒介也是方式，伊也会当解决咱人的问题。上要紧的是，伊爱咱用顺服的信心去相信伊，去亲近伊。第三，中秋主日的启示，各位兄弟姊妹，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搁一摆看见，上帝救恩是对旧约一直到新约，拢是一脉相承。上帝听甲恩典，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得到完全的显明。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互咱学习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要确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以色列群众期待耶稣成做军事上、政治上的君王，来解决因眼前的困境。但是耶稣带来的是性命的救恩甲平安，是为着救赎人的灵魂。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也捌因为错误的期待，来曲解上帝的计划呢？咱就用谦卑的心来迎接耶稣，互伊伫咱的生命中掌权做王。第二，只有仰望耶稣，才会当带来生命的救恩。以色列人伫旷野仰望铜蛇来得到医治。今仔日，咱也只有仰望十字架顶的耶稣，才会当对罪恶中得到拯救。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伫困境中愿意注目看耶稣？咱是毋是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袂记得来仰望耶稣呢？请咱将眼光对家己的困难中，转向仰望耶稣，信靠伊的救恩。第三，对口头的欢迎到真实的军地。以色列群众一开始喊话：“和散那，求主拯救阮！”几工了后，就大声话讲：“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兄弟姊妹，想看卖，咱是毋是伫家己的期待中来欢迎耶稣，却伫咱家己期待失落中弃杀了耶稣呢？请咱会记得，真正的信仰是伫任何的处境中，咱拢坚持对耶稣的信靠甲顺服。咱应该爱有的回应。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互咱回顾主耶稣已经向咱显明伊的疼甲救恩，伊担当咱的罪来死，谦卑行往十字架顶，为咱带来救赎。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做伙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救恩。第一，就是爱真心决志，献就咱家己。特别这个礼拜，请咱每一个人会当特别加半一块时间来亲近主，默想十字架的救恩，来更新咱的信仰，甲咱的威信。第二，
真做基督的见证人，将上帝救恩活出来。伫家庭中、伫工作中、伫教会中，来显明耶稣基督的疼，真做耶稣疼甲恩典的见证人。第三，活出基督的款式，互咱学习耶稣基督的言行，伫生活中真做和平的使者，互咱的生命发出耶稣基督的香味，带互别人祝福甲恩望。最后，兄弟姊妹，无论是主耶稣顺服完成上帝救赎的使命，也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独独仰望当蛇来得到医治，这会拢显明一个重要的信仰功课，也就是讲，只有用顺服的信心来仰望上帝，顺服上帝旨意，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救恩甲平安。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牧师要提醒咱大家，这个礼拜咱就避免参加欢庆或者是宴乐的活动，为了家己保留一寡时间给耶稣，通过每日的灵修祈祷，来甲主同行。特别这个礼拜拜四暗时7点半，教会伫10楼礼拜堂有举行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这是一个特别的聚会，互咱会当甲主同坐倒，做伙来享受最后的晚餐，也互咱陪伴咱家己，互咱会当甲主同顶十字架，也陪伴家己会当甲主同过活。亲爱兄弟姊妹，中秋主日提醒咱，耶稣基督是和平的人君，也是受高举的救主。你是毋是愿意拍开心门，让旨意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生活，掌管罪恶？你是毋是愿意仰望十字架，得到医治甲救恩的？愿咱的生命因为仰望耶稣基督来得到医治，而且用顺服的信心来回应伊的呼召，真做上帝祝福人的器具。愿信心帮助咱，甲基督同死同过活，带着信心甲盼望，继续勇敢向前来行。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今仔日互阮做伙来到圣殿，领受你的救恩。主，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你的话语加做阮的帮助，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互阮所行所做，会当活出耶稣基督国外的新生命。主，恳求你伫即个礼拜特别帮助阮，有搁较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会当甲你同行十字架的道路，互阮甲你同顶十字架，也陪伴家己来领受你国外的新生命。主，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引带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